所以要做到仁义礼智信，我们本身要让它成为一个家。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有一个完整的家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。可是我们有条件吗？这个条件不是我希望我就能够达到，这个条件是靠调整来的，是靠修来的。从自己的调整、自己的修持里面，才让这个家能够温馨，才让各家能够互助合作，才让这个家能够谦让，才让这个家能够自在，才让这个家相互之间可以互信，可以信赖。这个都是修来的，所以大学才讲。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皆以修身为本。如果不修身，怎么齐家呢？什么叫齐家？齐家就是让我的家变完整。我有一个完整的家，具备了这5个条件，这个叫做齐家。而要做到我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有一个像样的家，从哪里来？不是从别的地方来，而是从自己创造条件来的，自己修来的。所以为什么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？难念在哪里？回归一句话，难念在修身。人难做，难做在哪里？难做在修身。所以一切反观回来，自己不创造条件，所有的难关我们都难以度过。连我们最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我们都达不到。即使回家了，又怎么样？这个家没有这5个特质，这个家能够像一个家吗？没有啊！家不能像一个家的时候，怎么孕育下一代呢？不能孕育下一代，我们这个家又能够产生家的价值和特质吗？不行。所以让家庭幸福是谁的责任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所以我们要回家，必须部署的先从我们内心当中去调整开始。来，我们就进入到主题。主题：回家如何的超前部署？后学就用这6点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。第一点，先确认方向，以养心智。我要往哪边去努力？我努力的方向要对，方向错了，我回家也没有用。我的家往哪边走？我要往哪边用心？我要先确定方向。第二个叫做依理而行。回家他有一个蓝图，要回家他有一个蓝图，要回家他有一个轨迹，我必须要因循的轨迹而走，因循的轨迹而努力，所以要依理而行，而养规律。第三个就是要掌握情绪。人难免遇到逆境，遇到困难，情绪会出来。情绪出来，我们就不想回家吗？我们不喜欢照着规矩走，情绪出来了。所以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回家？会。所以情绪部分是我们回家的障碍，所以要
掌控情绪，以养涵养。第4个就是勤洗华理，以养理念。当我们的情绪没有出口，我们心灵会受伤。心灵会受伤，要不要疗伤？要。怎么疗伤？用华理来疗伤，让这个真理里面能够融入到观念，让我们的观念有养分，我们的心有养分，能够得到了华理的洗涤，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强大。第5，强化身心，以养恒毅。我们得了很多华理，听了很多道理，要落实在身心里面，要消化，要务实，要扎实，让身心里面更强大，更有抵抗力，更有抗拒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遇到很多难关，会过关，不会卡关，不会被卡死，不会被卡住。第5，当我们身心健康了以后，我们要什么？灵具资源。身心越健康，我们灵具的资源越具体，越能够凝聚于把它聚焦，把它凝结起来，把资源不会去浪费掉，不会去浪费掉。所以凝聚资源，以养性德，带着这么多的性德，这么多的德性，就是要回家，回到家里，用我们这么多的德性，来让这个家有像家的感觉，来流露出仁义礼智信，让我们的家完整，叫齐家。所以针对这5个，针对这6个，针对这6点，或许一点一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第1个，确定方向，以养心智，就是确定决胜点。人要知道说，我胜败的重点在哪里，我决胜点在哪里，一定要先抓到决胜点。要抓到决胜点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要往哪边去努力。所以确定方向，以养心智，我们先要确定决胜点。我们先要了解谁要回家，往哪里回家。我们要先想，我们谁要回家。我们讲这个回家，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白天努力完了以后，每一个人都想回家，是在讲这个身体。可是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回家，不只有这个身体要回家而已，而回家来创造我们家，让我们家幸福。那相对的，不只有我们这个身体要回家，我们的灵性要不要回家？要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也是我们的灵性要回家，而灵性就是我们的真相，也是我们的关键人物。所以身心灵，身心它是一个工具，真正的主帅是灵。
真正的主体是灵，真正关键人物是灵，真正决胜点是灵，是我们的灵性，是我们的自性，所以它就是关键人物。所以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的关键人物了？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的真相。当你找到这个关键人物、这个真相以后，自然你就知道要往哪边去走，去用心。所以有真相，才有方向。没有真相，它就没有方向。人生就像一步棋。人生就像一步大棋，下一步大棋。这一步大棋里面，我们要了解，主帅有几个？主帅只有一个。这一步大棋要下棋之前，要不要先了解我的主帅在哪里？要不要先找到？那个主帅才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关键人物，是一个决胜点。所以它是一个决胜点，所以它是一个胜败的关键，它是一个生死的关键，它是一个雌雄的关键，所以叫做一决胜负，一决生死，一决雌雄，而万华才归一。整部大棋里面，你要先找到主帅。这一盘大棋你不先找到主帅，那这一盘大棋我们是怎么下？我们会将副帅，我们会将所有的副帅、所有的兵，都把它当成是主帅。那这一盘大棋怎么下？主帅在哪里？你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我们求到了。有没有找到真相了？找到真相就是找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主帅。我们身体也是主帅，身心是工具。这个工具就是为了要保护主帅。所有的这部大棋里面，每一个棋都是主帅的工具。每一只棋，它有不同的功能。有不同的能力，你投入了很多心在下这一步棋，可是要不要先知道主帅在哪里？要先知道主帅在哪里。对，所以这个主帅才是决胜点。所以为什么会讲一决胜负，一决生死，一决雌雄？万法归一，这个一又代表什么？所以老子才讲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道呢？道它就是无极，无极就是无形无相。道是无形无相的。可是道是无形无相，可是它会生一，一就是太极。太极就无声无息，无形无相生出来的太极一定是无声无息。所以那个叫独一无二，所以道生一，一就是独生主。它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道是无形无相，可是里面有一股太和之气，哪一股太和之气叫做无极？
所以说天有没有道？有。可是它是无形无相，你感受不到。天有道，无形无相，你感受不到。可是它里面有没有一股太和之气在运转的日夜星辰？有，那一股叫做道的气，那一股叫做道的气，那个叫太和之气。大地呢？大地有没有？大地也是有。道是无形无相，可是呢，它在大地里面有没有一股气？有，那叫地气，也是有一股太和之气，所以万物才能够生生不息。所以太和之气是一股动能，可是它是无声无息的，你感受不到的。所以天的真相就是道，所以叫天道。地的真相也是道，所以也叫做地道。可是它这里面都有一股无声无息的太和之气，那个太和之气就是一。那讲到人呢？人有没有一股太和之气？有，那一股太和之气叫做灵气，叫做灵气。所以我们身上要不要有灵的那一股太和之气？灵性的那一股太和之气，要不要？要。我们的身体也要。我们身体要有那一股灵性的太和之气，所以五脏六腑里面整个运转循环都是靠那一股灵气在吹动，所以叫做气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就是那一股气，灵气它必须要疏通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。身体健康，身体有灵气，那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心理有没有灵气？有。身体要健康，我们的心也要健全。所以我们的心的灵气是什么？是仁义。仁义的心，仁义的心是我们的灵气所产生，我们的灵气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本质，自然本质，所以叫仁义之心。佛家在讲本心，佛家在讲本心，是灵性、灵气在心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很自然的心理状态，那个叫仁义之心。所以道是无形无相，它是靠着一股一的太极的灵太和之气，再让道产生功用的，再让道产生功用的。我们的身体要健康，也要靠那一股的太和之气；我们的心理要健康，也要靠道的那一股太和之气所产生的仁义之心。天地和人全部都有太和之气，甚至于连万物都有那一股太和之气，万物才能够生生不息。所以那一股太和之气才是所有天地人的决胜点，
那个叫一。那一股太和之气也是万物生死的决胜点，也是一解雌雄的决胜点，也是万物所全部要归属于这一股太和之气来运转，所以叫做万法归一。所以六祖慧能祖师才讲，自性能生万法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？这六祖慧能祖师讲的，自性就是我们的太和之气，自性就是我们的太和之气。我们的身心里面都要让太和之气的灵气来带动，这样我们身心才会健康。所以自性它就是一，它能生万法，所以叫做万法要归一。所以说我们孔夫子才讲无道一以贯之。我的道用什么在贯通？用一来贯通，因为道是无形无相，没有那一股太和之气，我道就是一种空寂的东西，它是无用的。所以必须要有一股太和之气，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叫做仁义之心。所以道它是一个概念，要让道产生真正的功用，是展现我们内心里面的仁义之心，让道产生道的一个价值出来的。所以说无道一以贯之，我的道它是空寂的，用什么？用太和之气来贯通，让道能够展现出道的一种道的一种形象。所以道是体，一是用，所以道是天地人的真相，有了真相，就有了方向。我们已经了解了真正的关键，就是我们的自性，我们的灵性，它是一个决胜点，它是我们的主帅。可是我们这所有的副帅，所有的兵，要不要听从主帅的主导？要不要？要。主帅的心智，主帅的一种意志力和一种意向，要不要我们跟我们的主帅要同步？要不要？要。这样才能够上下一心。所以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的自性，就是我们的主帅。我们的主帅里面，它有灵气产生出来的一种本心，那种本心叫做仁义。我们的主帅他具备了仁义之心，那我们身心的这些君臣、这些臣子，要不要有仁义之心？要不要配合？要。要不要共鸣？要。要不要共事？要。所以以后我们努力的方向，就是要往仁义之心下去努力，因为我们找到主帅了，我们找到真相了。我们以后要往仁义之心下去努力，那才是我们要跟主帅同舟共济，跟主帅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因缘里面，我们好好的度过我们的一生，我们同舟共济，我们精诚一心。在这个舞台，在这一盘人生的大棋里面，我们好好过我们的一生。那我们是不是不忘初生？
所以为什么会跟我们讲说方向才是最重要？找到主帅，找到了我们要努力的方向，这个才是我们要回家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，那个叫决胜点。所以查尔斯·基德林常常说，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。发现问题的真相，比解决问题还重要。因为我们只想处理问题，只想解决问题，可是真的真相在哪里？你找不到。问题的真相在哪里？找不到的时候，你解决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？没有办法解决。那事情有真相，那我们人有没有真相？我们人也有真相。我们人也有真相。而这个真相，我们在求道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先找到了人有真相，事也有真相。事要找到真相，解决事情的问题；人要找到真相，就是要解决人的问题。所以为什么人最难做？重点难做在哪里？难做在我们没有找到人的真相。所以人的真相找到了，你会难做吗？不会，因为什么？目标明确。主帅在哪里？你知道。主帅具备了什么特质？你知道。要往哪边用心？你知道了吗？跟主帅同心。主帅是仁义之心，我们就仁义之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问题是不是全部解决了？那就解决了。所以说，以前有一些人在问说，人心好干嘛一定要求道？人的心好，为什么一定要求道？人的心好，就好像我们具备了一把长枪，你的枪法很准，你这支枪很好，可是你找不到目标来使用这个枪支，你找的目标是错误的，那这一把枪有用吗？技术好有用吗？没用。所以说，人好心好，代表说你技术很好，枪法很准，很恭喜。可是找到目标比你枪法好，枪好还更重要。所以找到目标才是第一步。第二个主题就是要依理而行。依理而行就是修正我们的用心处。我们已经知道主帅在哪里，我们主帅具备的就是一种领的气。主帅的那一股气，那个他的心是什么？是仁义之心。所以仁义之心就是我们以后要慢慢调整了，所以我们要修正了我们的用心处。可是要修正怎么修正？有一定的轨迹可以让我们修正，所以理就是轨迹。理就是轨迹，就是途径，就是规范，就是准则。轨迹、规范、准则，它是所有万物里面要成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很重要的因素。就好像说，我们的东西一样东西。